各位好，我係小林。今集我哋嚟到銅鑼灣一家位於柏寧酒店嘅 Plate 餐廳食自助晚餐，同大家分享自助晚餐嘅食物種類、參考價格資訊。其中有一款食物嘅口味係兒童不宜，同埋食後感心得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撳讚好、分享、追蹤我 IG， 開小鈴鐺，支持下小弟。當日日期係2025年10月4號，星期六。當時自助餐嘅主題係泰地道，即係泰國菜主題。但我見到官網話10月13號至11月9號做大閘蟹主題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去食，就記得先上網睇下做緊咩嘢主題。咁我呢條片會記錄返10月4日泰地道主題嚟分享。自助晚餐時間為下晝6點半至夜晚9點半。正價方面，星期1至4非公眾假期同前夕，成人778蚊，小童498蚊；星期5至日，公眾假期同前夕，成人798蚊，小童538蚊。另收加一服務費。咁佢寫咗某啲日子網上預訂有76折優惠，Klook同 KK 地間唔中都有做優惠。自助餐6點半開始，本來我哋6點就去到，諗住早啲響自助餐開始之前人少啲嗰陣影下，但最終6點3先可以入場，唯有盡量趁早影。我哋坐近窗口，對正皇室堡，樓下係宜家家私入口嘅位置。咁而家就同大家睇睇自助區。首先嚟到壽司刺身區，由右手邊開始有紅蝦、北記貝、油甘魚、三文魚、鯛魚、飛靈魚、八爪魚。各式壽司、植物，呢邊有日式冷麵、各式芝士，呢邊有燒牛肉、沙樂美腸、煙燻凍火雞、意式肉腸、巴馬火腿。飲品有荔枝茶同檸檬茶。呢邊有泰國菜，有泰式沙律、葉生蝦。隔離就係傳統沙律。好啦好啦，嚟到冷盤區，有龍蝦鉗、凍熟蜆、龍蝦、蟹腳、凍海螺、凍熟蝦。呢度冷盤區係由職員分配，龍蝦每次會俾半隻。有煙燻三文魚，配有5種醬。當然唔少得生蠔，每次最多俾2隻。輪到隔離果行，7點開始供應香煎法國鴨肝，每次最多拎2件。天婦羅、泰式排骨湯或冬陰功湯、河粉、金邊粉、油麵專區，有多種配料。烤蝦、
印式烤花椰菜、印式咖喱、巴東牛肉咖喱、蝦片、腰果葡萄香飯、咖喱角、印度薄餅、印度烤餅、香草帶骨小羊肩腿、安格斯帶骨牛扒、香辣烤雞、西班牙烤乳豬、周打蜆肉湯、薄餅、卡邦尼煙肉意粉、香煎魚柳、香烤蔬菜、蟹子釀海鮮蟹蓋、泰式風味美食。7點開始供應嘅花魚鴨掌扣鮑魚，而家未出一陣影俾大家睇。淮山杞子原肉翅骨燉排骨湯，都係一陣影俾大家睇。花生眉豆雞腳湯、櫻花蝦海皇炒飯、紅咖喱牛尾配蒜蓉包、酥炸軟殼蟹配黃咖喱汁、泰式蠔餅、金不換大頭蝦、馬拉盞炒通菜。燒味區有泰式海南雞、燒鴨、叉燒，另外有清蒸沙巴龍躉，但秒速俾人拎晒。點心方面就列咗7款。輪到近門口位置嘅甜品區，麵包布甸、泰式椰汁清心丸糖水、馬德蓮蛋糕。生果有4種：椰汁糕、芒果羅勒、日式芝士蛋糕、香草竹炭瑞士卷、泰茶牛奶蛋糕、抹茶歌劇院蛋糕、核桃蜂蜜撻、白朱古力紅桑梅慕斯、白桃伯爵茶奶凍、焦糖餅乾芝士蛋糕、開心果茉莉花茶啫喱、熱情果焦糖布丁、栗子蛋糕、朱古力噴泉、雪糕、楊枝甘露。另外仲有6種口味雪糕，有朱古力、椰汁西米、芝士蛋糕、士多啤梨、榴蓮同茅台味。咁記錄下食過啲乜？一開始當然食冷盤先，龍蝦鉗本身已經劈開咗少少，都算貼心，味道較清，龍蝦幾好，有膏，
但係好似細隻咗少少，每次食得半隻唔太足夠。刺身方面，三文魚、吞拿魚都有3至4片，唔算薄。最需要花時間嘅係生蠔，因為成晚都保持咗一條人龍排生蠔。生蠔鹹味適中，燉排骨湯味道算濃，賣飛佛。周打蜆肉湯都足料。係啊，再嚟燉湯，知佢咩嘢料啦而家。飲品除咗出面嘅荔枝茶同檸檬茶，每位仲可以另叫一杯嘢飲。幾鍾意海鮮蟹蓋香甜味道，泰式椰汁清心丸糖水，足料幾有咬口。最後嚟個茅台味雪糕，呢款口味細路仔同中童都係唔可以食㗎，因為係含有酒精。當我想要呢款雪糕果時，職員問我夠唔夠18歲，我仲以為自己只係心境年輕添，證明我仲 keep 到。講返個味道，事實上真係好有酒精味，唔算好濃烈嗰種，唔會入唔到口。我都係第一次食含酒精嘅雪糕。最後我有少少總結，我認為自助餐嘅優點第一在於位於銅鑼灣鬧市區，一般市民同遊客嘅可達度高。第二，自助餐同時提供生蠔、龍蝦同基本冷盤，現今能夠同時提供已經買少見少，亦都係正價幾乎800蚊呢個價位可預期嘅供應。第三，食嘢食環境，餐廳採用時尚現代工業風室內裝修，座位間距唔太密。第四，職員多，收碟密度 OK。至於個人建議，第一係龍蝦每次只分配半隻實在太少。我認為至少都應該一隻，唔使咁手緊。而且我響8點半想再食龍蝦時冇晒，職員亦冇回應幾時再有或者會唔會再加添，係有失望。第二，成晚都 keep 住好多人排生蠔，咁樣可能會影響食客體驗。我睇到職員係好勤力不斷洗生蠔，既然咁受歡迎，不如加多一位職員一齊處理生蠔，同時改為分配3隻。咁樣可以加快速度之餘，令食客飽滿少少，有助改善人龍。第三，以呢個價位，預期食物種類可能更多。第四，雖然可能要保持時尚美觀，但呢種凳的確坐得唔舒適，尤其係呢個價位嘅預期。都差唔多，以上就係我嘅食後感，多謝大家支持同收睇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，訂閱我，撳一撳讚好，分享，追蹤我IG。同開啟小鈴鐺，我係小林，下集再見。